分享科組試後工作檢討，係有關於初中課程更新嘅反思。咁而家就喺一間 Band 1嘅英文中學入邊工作嘅。咁喺我哋學校呢，理科就可以話係一個比較重點啦，又或者係一個比較熱門嘅科嚟嘅。因為即係學生選修理科嘅人數呢都係比較高嘅。咁喺中三嘅時候呢，就已經分拆成為 Pcam 擺3科㗎啦。咁我就喺入職第4年嘅時候呢，就成為咗科主任。咁我呢，就只有喺第1年嘅時候呢，有教中三嘅物理啦。咁其後嘅時間呢，我只係教高中嘅物理以及其他嘅科目。咁當我上任咗嘅時候呢，就發生咗咩事呢？就係有一啲升咗去中4嘅學生啦，就投訴呢，以前喺中3學嘅物理呢就太淺喎。咁呢，嚟到中4嘅時候呢，就覺得突然之間加深咗啦，咁就好似會唔會係老師你哋特登喺中3嘅時候教淺啲，然之後就氹我呢科好似好易讀，咁就讓我揀咗呢一科啦。咁亦都見到能力稍遜嘅同學呢，明顯跟唔上個進度，而且呢亦都好似失去咗動力去讀書咁樣樣。咁當聽到啲同學同我反映呢件事嘅時候呢，我係覺得有啲擔心嘅。因為呢，同學仔呢好快就會將個消息係傳開去啦，咁就讓到以後嘅同學仔呢未必咁大意欲想選修我呢一科啦。咁但係冷靜落嚟之後就再諗，其實啲同學仔都好相信我，所以佢哋先至夠膽將佢哋心入邊嘅諗法啦，好坦誠咁樣係向我講述嘅。咁所以喺佢分析完呢啲嘅同學仔嘅意見之後呢，我就即刻去問咗我以前一啲朋友啊，又或者一啲同學啦，咁呢就去了解返唔同嘅學校呢，其實而家個中三嘅課程呢係會點樣樣去規劃嘅。咁呢大致嘅分析可以分為有3個唔同嘅選擇。第一個選擇呢，就係根據市場上邊可以買到嘅中三綜合科嘅課本，即係話已經係分拆咗成為 Pcam 擺嘅課本啦。咁我哋就直接攞物理個本嚟用啦。咁第二個選擇呢，就直頭係教咗 DSE 課程嘅幾個章節先，是話中三就已經用定中4嘅書啦。咁第3個選擇呢，就比較少數嘅，就係呢校方呢自己制定一個教材啦。咁同學仔其實都唔需要買書，就係直接用校方制定嘅教材啦。因為當啲中4嘅同學呢同我講嘅時候呢，今個學年就已經開始咗啦。咁我哋亦都叫咗中三嘅同學買書，亦都冇理由叫佢放棄用書。咁我唯有呢，就加入一啲我哋學校嘅教材，再配合返本身嘅課本去教學。正如之前所講啦，我已經冇教中三嘅物理科啦，所以我需要請我個組內嘅同事啦，去負責做呢一個更新啦，或者係一個補充嘅工作嘅。我嘅科組成員呢，其實得一位，佢就係一個副校長嚟嘅，亦都係上一任嘅科主任。所以其實自己都有少少擔心，去同佢講嘅時候，會唔會好似新官上任3把火，一嚟就係咁叫人哋做嘢啦，同埋其實佢係一個比我更加資深嘅同事，佢當時咁樣嘅編排會唔會其實有佢嘅原意呢？咁好彩佢都係一位好 nice 嘅同事，其實我一同佢講完嘅時候，佢已經二話不說，冇問題啊，絕對可以改。咁呢件事呢，係讓我學識咗呢點樣去向一個比自己更加資深嘅同事啦，或者甚至係一個高層啦，去表達自己嘅意見，同埋作身為一個科主任嘅決定呢，係會影響個科入邊嘅發展。究竟個科係會原地踏步啊，定係可以不斷進步？咁去更新呢個科嘅內容嘅時候呢，都係要學懂咗去緊貼住呢 EDB 嘅一啲消息啦。因為初中嘅科學課程呢，應該就會喺2年之後更新，加入嘅內容呢，最好就同以後嘅更新係重疊啦，咁就可以唔使年年改，以免加重咗同事嘅工作量。咁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，我哋就當然係要同組內嘅成員去溝通。咁我而家呢件事件呢，就並唔需要升級呢去到學務主任嘅層面嘅，因為其實已經順利解決咗啦。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呢，都可能要支援埋副校長。不過我嘅組內嘅成員就已經係副校長，所以我亦都同時間去支援咗我哋嘅科組有課程嘅更新。
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，多謝各位。